啊，乡亲啊，嘛不然咱有去接触到这个确诊者，或者是咱家己已经胃着病毒了，后一步要安怎办才好咧？继续来看咱的报道。扫袂停，若是已经是新冠病毒确诊者，抑过是轻症的人，防疫医师讲，伫厝的休困，家己的好。医疗主管会先好同情患者，抑过提醒伫厝的确诊者，甲捌接触过的确诊的人，毋通着急离开厝内，爱记住一个人爱住一间房间，安尼较安全。在家还要注意避免与家人共用一个淋浴间，以及要佩戴好口罩，还要用肥皂洗手。再来就是要用酒精消毒。保护家己嘛是保护亲人，指挥中心嘛提醒讲，莫去接触到老年人、囡仔即款免疫力较低的人。以及你若出现发烧症头，会使先食退烧药啊。抑毋过你若出现即个筋肉酸痛、落瀉、食无味、鼻无味等等较无正常的状况，也是讲你甲确诊者捌接触过，都要联络129甲1922。若是确诊者，嘛会使甲密切的接触者联络，先离出来隔离，安尼较保险。主动跟你的密切接触者来联络，就是在你有症状开始前3天，一直到你隔离之前，曾经有共同一起用餐、一起居住，或者是在没有佩戴口罩的下，曾经有15分钟以上的接触等等。那请你主动通知他们，请他们先自我隔离，做好症状的检测。本土病例新增加的个案，逐工咧破纪录，大家拢会惊。对了，指挥中心通知，嘛提醒都体检出来这轻症的确诊者，甲密切的接触者，好好遵守规定，希望讲会使降低本土疫情扩大的风险。